爸爸。Baba, uko wapi? Baba, uko wapi? Baba.老宋，这老聂怎么还没回来呀？是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再等等吧。10点多了。哦，你好点了吗？我没事儿，挺累的吧？你停一车，我开会儿。不用了，前面马上就到了。辛苦了啊。大家小心，地震了！怎么了？师傅，停车！停车！地震！地震了。对，快，跟老宋他们会合。子楠，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你呢？我也没事儿。志尧，没事吧？没事，副队。各王排，汇报情况。1排正常，2排正常。继续确认装备物资。快去。是。老宋，情况怎么样？还好，大家都没事儿。也不知道营部那边怎么样了。子楠，到，给营长打电话。是。接通了。喂，聂风。喂，营长。我们这边地震了，营里那边怎么样？这边有震感，问题不大。你们那儿怎么样？有惊无险。我们也是刚接到联赛团的通知，说丹城东部300公里处发生6.5级地震，震中区域就在鹤鸣族部落附近。鹤鸣部落就在我们脚底下。那正好，联赛团啊命令咱们前去救援，所以这次行动啊，只能交给你们了。你带领特战队和运输分队帮助鹤鸣部落救灾，有情况随时向教导员汇报。是。营长怎么说？命令我们去救援。那快走吧。好。 2排的警戒，剩下的所有人，跟我去救援。走，出发。
Mkuu, hatukumwona kabisa. Mmeshindwaje kumpata? Mkuu, wale wa China wanakuja. Chukuani bunduki, nifuateni.赶快救人！大家冷静。组长，这是我给你带来的医生。Mkuu, mimi ni daktari, niko hapa kumwokoa binti yako. Watu wako wametuletea majanga kwenye kabila letu. Tunataka kutoa sadaka kwa Mungu wetu ili kurudisha amani ndani ya jamii yetu. 组长说是我们带来的灾祸，他要拿我们祭奠神灵。我必须要跟你解释一下，这并不是什么神灵的怒火，这是天灾、自然灾害。现在最重要的事儿是救出来所有被压在下面的人。你女儿在哪儿？ Tetemeko la ardhi ni maafa ya asili, la muhimu ni kumwokoa binti yako. Yuko wapi? Binti yangu bado yuko kwenye magofu. Yuko wapi? Gofu lipi? Niliwaomba vijana wangu wakamtafute kwenye magofu na kila mahali. Yeye ni mgonjwa, tafadhali tusaidie. 咱们得尽快找到他，他也不知道他女儿被压在哪儿。 现在大家分头行动，尽快救出每一个人，特别是组长的女儿，因为她还生病呢。好，抓紧救人，走走这边，你跟着我，老毕。 Mkuu, nahitaji eneo safi ili iwe rahisi kuwatibu watu wako. Hakuna shida, nitalishughulikia hilo vizuri. Nashukuru. Mkuu, wanakuja. Daktari Tong, unafikiri eneo hili ni sahihi? Ni nzuri, ila nahitaji nyasi kidogo ili kutengeneza kitanda cha muda, na tafadhali naomba nisaidiwe pia kupaweka sawa hapa. Hakuna shida. Huyu ni mke wangu Lisa. Kama unahitaji kitu chochote, anaweza kukusaidia. Sawa. Wewe mwambie tu. Asante. Habari Nzuri. Oh, vijana wangu, safisheni kila kitu. Hakikisheni kila kitu kiko sawa. Sawa? Sawa mkuu.志勇，去那边找一找，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哎，快往那边去，往那边去。 Lisa. Naomba nisaidie kuniletea maji safi na nguo. sawa. 童医生，你快看看这个人。好，轻点放。暂时性休克，估计是因为缺氧，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 好，那就好，我们快去救人吧，走。 Hei daktari, hizi zinafaa? Hapana, hizi nguo ni chafu na maji wala sio masafi. Wewe unaonaje? Unaweza kuniletea maji safi zaidi na hizi nguo zipeleke jikoni na uzichemshe kwa dakika 10 kisha uniletee tena. Sawa. Asante.快往那边去，那边有人吗？
nisaidie, nisaidie. 坚持一下，我们马上过来救你。只有这边。小心啊！子楠，联系童医生，动脉出血，紧急抢救，快！好，我马上去。兄弟，坚持住啊！别着急，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小心啊，队长！来，志勇，搭把手！哎，坚持住了。姐，我们刚刚救的那个人腿被扎伤了，队长叫你去看看。好，我马上过去，帮我把药箱收一下。好。Lisa, kuna dharura imetokea, lazima niende kule. Tafadhali muangalie. Hata hivyo mguu wake uko vizuri. Sawa. 子楠，好了吗？走吧。志勇，先把人放这儿。兄弟，你坚持住，坚持住。就这儿。童医生，他腿被木刺刺伤了。没事，我来先帮他止血。好，子楠盯着点儿。交给我吧。志勇，咱们俩去那边看看还有没有伤员。队长，注意安全。姐，他怎么样了？幸好没有伤到动脉，不然就危险了。抬一下。我只能给他做一个简单的处理，得赶紧把他抬走。行，知道了。Stahimili. 志勇，看看，没有，去那边。快，志勇，小心，志勇，快，来把这拿出去。妹妹，别紧张啊，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带你离开这儿，别害怕啊。 当心，慢点，慢点！哎呀，我当初就是为了塞利亚能走向和平而来，可是眼下各种势力错综复杂，我每次看到这里受苦的人民，我的内心无比悲痛。我真是没有预料到你是一个这样的人，欧阳女士。 竟然会因为个人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而不顾同胞的死活。我来塞利亚没有企图，是为了理想而来。坦白说，这里没有我任何牵挂，只是每天看到这里的百姓，总是想要帮助他们而已。可能这就是你和我不同的地方。那既然如此，我就没有任何的顾忌了。 早知道这样，你一开始就应该和我共进退。现在也不算晚，我已经把鲁尔和拉汉的事件写成了一份完整的报告，刚刚上交给了总部。那么，你就这么着急把自己给撇清吗？欧阳女士，你今天让我对你刮目相看。我也是被逼无奈，不过你放心。 我只是客观反映了这个事件的完整过程，对于你，我没有任何添油加醋。看来我应该为此感谢你。那倒不用，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互惠互利，精诚合作。那很好，过了今天，我希望你可以记住你今天所说的一些话。
我欧阳丹妮说得出，就能做得到。你说的话，我非常喜欢听。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多亏了你了，我要为鲁尔的事情操心了。那我就不打扰了，再见。阿明他刚刚回到政府，我们不能在阿明立足未稳的时候被鲁尔除掉。这一点，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鲁尔他现在只想从拉汉的事件中脱身出来，我们只需要帮他洗干净就可以。洗干净？是不是欧阳丹妮背黑锅，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帮他洗干净，帮他洗干净，听着不错。你说的容易，具体怎么做？让我告诉你，像我这样的人，为达目的不计后果。别忘了马努特，马努特，他不是在流亡吗？我打算让他背拉汉事件的黑锅。现在的情形是我们可以一石二鸟。你看前2天，马努特支持者色干在丹城弄出了暴动事件，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事情，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结于马努特。我现在开始有点喜欢你了，真的，发自肺腑。现在，根据你的计划，事情进展顺利的话，我们就可以趁机制造舆论，逼马努特卸任，让阿明接替他上任。然后，下一步会怎么样？阿明会掌握大权。你终于理解了。我只希望你的阿明将军届时能不负众望。我的阿明吗？你知道他的价值吗？一旦他当上了副总统，我们就可以趁机除掉他。现在我问你个问题，这个计划怎么样？这样一来，阿明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总统，无论政府还是鲁尔背后的族群势力，都挑不出问题。忘了吧，像布拉德这种人，咱们没有必要跟他计较。这个布拉德还真拿自己当回事了，他觉得自己很重要。如果没有我的话，他就什么都不是，我可以轻易毁掉他。等我们成功了，那时候就马上处理掉他。像布拉德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值一提，他就是我们手中的棋子，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但是那个欧阳丹妮，才是一个真正的麻烦，所以你要当心一点他。欧阳丹妮，他现在确实有点麻烦，感觉他开始怀疑布拉德了。你觉得可能吗？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时间长了，布拉德这个人难保不会露出什么马脚。你不用担心，将军，我会警惕的。一旦时机成熟，我会第一时间送他上路的。听我说，杀了布拉德，当然非常容易，就怕那家伙背着我们留了一手。将军，您大可以放心，如果布拉德背着我们搞鬼，我一定会知道的，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明白吗？怎么了？我很欣赏你为我做的事情。钱呢，在你起来的时候会看到的，好吗？好的。是谁啊？是上校吗？他已经知道你想干掉布拉德了吗？我是一个生意人，做任何事情都要给自己留一手。布拉德这步棋，
他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他能走多远，完全取决于他所拥有的价值。这个我明白，但是我还是要叮嘱你一声，如果少了他，会给我们今后在塞利亚的行动造成很多不便。将军，你一旦在政府里站住了脚，你会迫使鲁尔跟我们合作的。到那时，布拉德也只是坐着等分蛋糕的无用之人，多余的气死时机一到，必须斩草除根。哼，明白了，我会紧紧地盯着鲁尔，还有他的势力。如果布拉德从中作梗，我们就废弃了他。这就是我想看到的。明早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我需要你的协助，你一定要帮我把马努特赶出去，你一定要帮助我。别担心，一旦你召开新闻发布会，我就会代表联赛团声援你，后面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这不用你管，我明天就会召集政府内阁来总统府会谈，讨论接下来怎么来撤换关于副总统的事。鲁尔总统，我还是需要提醒你一下，别做得太急了。马努特也不是好惹的，小心他狗急跳墙。我不需要你来教我怎么处理我和马努特之间的关系，让我再次提醒你，布拉德先生，我们是合作的关系，我用不着你来教我怎么做，明白吗？想不到鲁尔的动作这么快，他抹黑马努特的谣言已经开始流传了。布拉德的这一手玩的可真够厉害的。照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并不奇怪啊。鲁尔拼命的要摆脱和拉汉事件的关系，又极力的抹黑声讨马努特，这也符合他的长期策略啊。现在是非常时期，我最担心的是鲁尔成功鼓动内阁免除马努特副总统的职务。照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鲁尔啊，会在布拉德的陷阱里边越陷越深。如果一旦马努特失势，那么阿明很快就会被推举上台，进而和鲁尔分庭抗礼。到那个时候，恐怕丹城已经彻底的被恐怖组织渗透，鲁尔他自己也朝不保夕啊。高营长，我们现在必须要有所行动了。是。这样，明天我拿着证据去和鲁尔谈判。虽然说不能保证彻底的扳回局面，但是至少得让他明白，目前这个布拉德和阿明根本就是一丘之貉，而且他们的背后就是恐怖组织。好，明天一早我跟你一起去。好。Msaada, nisaidie, nisaidieni, msaada。别，这有个孩子，快，小心，别让东西砸着他。你先出去。老毕，你去那边看看，我把他送回去。是啊。走。Kuna mtomo? Kuna mtomo? Unanisikia?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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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吗？副队？没有。行。Hello?
童医生，他怎么了？他胳膊好像受伤了。Unauma sana. Vipi sasa hivi? 什么情况？脱臼了，我已经给接上了。哦，童医生，来，咱们就在这儿坐会儿吧。行，一会儿他们要是有什么事儿，通知咱们也方便。对。队长，童医生，哎，你猜我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了？压缩饼干。给，一人一个，给你们留的，别抢啊！谢谢。我们都吃这个。兄弟们吃了吗？都吃了。糖呢？来。哎，没事。谢谢。尝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吃。我怎么吃出一股烧茄子的味儿？烧茄子？是有股锅包肉的味儿。啊，行，那你来玩吧，我走了。还有点甜。那个，队长，队长，哎，我们找到组长的女儿了。啊？在哪儿呢？就在那边，指导员他们正在想办法。带我过去看看。好，那你先去吧，我去那边准备一下。好，我先过去了。好。总统先生，调查的怎么样了？在我调查之后，拉汉事件的始作俑者，确实是跟马努特有关。他在打击报复。所以，我现在也郑重声明，马努特和他的反政府武装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他们不会有好结果的。我希望媒体朋友们要继续报道下去。正如我所说，我希望世人知道这件事，我希望媒体继续报道。谢谢。谢谢。以上是皮特在总统府外为您报道。请坐。请坐。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马努特为抹黑政府所干的坏事，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就是想探讨马努特。为了确保塞利亚的安全，我们要马上换掉马努特。我想以和平的方式在这里跟政府军探讨一下，畅所欲言。可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如果我们想换掉副总统马努特位置的话，我们需要去调查他是否真的做了这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必须要证据确凿，才能够出面弹劾他，然后才能够让他下台。我也同意这个观点。
马努特的罪行还没有被法律定罪，没有办法去弹劾一个流亡在外的副总统。塞利亚没有这种先例。正如总统所说，我支持总统的观点。现在塞利亚处在一个混乱的非常时期。按照我国的宪法，马努特的副总统的职位还在他的任期以内，等到他的任期满了以后才能选举。从塞利亚现在的形势来看，如果我们不会变通，塞利亚只会越来越乱。我同意阿明将军刚才的观点。我要说的是，我们一定要懂得变通，才会让塞利亚的局面更加的稳定。基于现在的情况，我建议立刻将马努特引渡回塞利亚，把他带到这里，让他面对公审。如果罪状成立，他就会失去他的力量，还有他的地位。就上述观点，同意总统提出的意见的人，请举手。总统先生，让他进来。总统先生，对不起，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您汇报。布拉德有很严重的问题，千万不要中了他的圈套。非常抱歉打扰您的会议，但是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希望您能够抽出时间，咱们单独聊一聊。跟我来办公室。阿明先生，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要去打个电话，用下洗手间。谢谢。阿明将军，现在你打给我干嘛？不是应该在跟罗尔开会吗？那个该死的会议，欧阳丹妮和高波来插手了，有事情发生了。他们说布拉德有阴谋，还有我们的计划。这件事太诡异了。他们怎么知道的？估计你没有明白我什么意思。他们进来以后和总统说了一些话，总统的脸色非常不好。我觉得应该先回避一下，静观事态的发展。我觉得布拉德要被抓了。不，你就待在那儿。听好了，你离开的话，就一定会招来内阁的猜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待在那儿，明白了吗？喂，我觉得你不明白我现在的处境。他们会把我抓起来，到时候就功亏一篑了。布拉德无非就是联系咱们和鲁尔的一个纽带。你回去继续主持会议，明白了没有？好吧，好，非常好，我会见机行事，不会离开这个地方的。现在我要向世人宣布，马努特和他的反政府武装，他们要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我希望媒体把此事公诸于众，谢谢。局势已经向我们预想的发展了。你震惊吗？我不震惊。但我告诉你，我震惊的是，那两个多管闲事的人就在总统府。今天，他们跑到鲁尔的会议上，目的就是要搅乱鲁尔针对马努特的计划。但这还没完，没完，他们已经查到布拉德的头上了。好了好了，我明白了。你想怎么对付布拉德？这个布拉德，他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
但我绝对不能让他搅乱我们的计划。如果这个发生了，舆论就会指向他，我绝对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你懂我的意思吗？明白，明白。所以布拉德跟你没关系了，布拉德现在归我处理了。等一等，等一等，他还有可利用的，现在他还有让我继续利用的价值。如果事情变得复杂了，我会处理掉的。你吗？你可以吗？布拉德一直在我们的掌控当中，别担心，别担心。当心啊！阿青，老宋，来，慢点儿，慢点儿，当心别砸着人啊！没事了啊，我们来救你了，你别乱动啊。老宋，你在这边。好。使劲儿，慢点儿，慢点，慢点儿，在这边。来，慢点啊，慢点，当心啊，慢点，慢点，当心，当心，这儿。当心他头啊，小心点，脚下，慢点，小心脚下。慢点啊，当心！老聂，队长，队长，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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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老聂的腿被砸了，先把这个移开。啊！没事吧？没事。快背到童医生那儿去。组长女儿怎么样了？他没事了。我自己可以，我自己来。老毕，快送到童医生那儿。我自己来。啊！童医生，聂风的腿被木棍砸伤了，你快看看。啊？哪条腿啊？右腿。让我看一下。右腿。没关系，我来。谢谢啊，老毕。你现在试着动一下腿，看能不能动。没事儿，能动，没事。能动就说明骨头没事儿。啊，骨头没事儿，那太好了。聂风，你怎么搞的？木头砸伤的，没事儿，你们赶紧去救人吧，快！童医生，他到底有没有事儿？没什么大事儿，骨头没事儿，估计就是有软组织挫伤，没什么大事儿。啊！哎呦，我真没事儿，你们赶紧去救人吧，快！好，那我们先去救人，童医生就交给你了。你好好歇着啊。走。
不行，他们人手不够，我跟他们一起去。不行，你待着别动。你虽然骨头没事儿，但伤的真挺重的。utakuwa sawa, usijali。童医生，我真的没事儿。别动。稍微抬一下。来。疼不疼？这儿呢？我先给你拿点喷剂，缓一缓疼痛。待着别动啊。您电话里说有紧急事件，到底怎么了？布拉德，你如实告诉我，你和乌托私下里有没有往来？乌托？他是谁啊？你来丹城这么长时间了，你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个乌托？欧阳小姐，我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你觉得我像是跟恐怖分子混在一起的人吗？我想布拉德先生一定不想上军事法庭。如果你真的知道什么，请你务必主动告知联赛团，否则我就会把所有的罪证上交给联合国。你没有证据指控我，你有本事你就带着你的证据去啊！我也可以把你送上军事法庭。谢谢啊，走。酒店不错啊。对，没错。你好，欧阳小姐，你好。从现在起，来找布拉德先生的所有的人员资料必须及时通报给联赛团。好的，没问题。好。我能帮你什么忙？阿明不能被我们信任，他不久就会背叛你的。别跟我兜圈子了，总统先生，我想留在丹城，我想得到塞利亚政府对我的庇护，我更愿意成为您的幕僚，帮助您排除一切隐患，铲除恐怖分子。继续。我还知道，你之前
和阿明联手，对马努特做出了不为人知的事情。那要看你为我能做什么了。你留下，我需要你派可靠的人去查一查阿明的底细，找人盯着阿明，同时也找人搜索乌托的行踪。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好的，先生。好。Kimetokea nini? Kuna shida gani kwake? Ni kwa muda gani ameanza kuumwa? Ni siku nyingi. Kwa nini? Kama unavyoona, mikono na miguu yake yote imefunikwa na vipele vyekundu na amekuwa na homa kwa muda mrefu. Kwa hiyo nadhani labda amepata homa ya dengu. Homa ya dengu? Ndiyo. Kwa sasa tetemeko la ardhi limeshaondoka na mazingira ya hapa sio mazuri. Kwa hiyo nashauri apelekwe kwenye kituo cha afya kwa matibabu zaidi. Mkuu, tafadhali niamini. Nitampa matibabu bora zaidi kule. Daktari Tong, ninafurahi na kukushukuru kwa kile ulichokifanya. Lakini na ombi moja. Kabla ya kwenda naye mji wa Dan, naweza kwenda pamoja naye. Natumai unaelewa hisia za baba. Naelewa. Nitaongea na kiongozi wangu. Asante.童医生，老聂怎么样了？给他喷了点药，可以暂时缓解一下疼痛。那就好。我们这里的救援任务也圆满结束了。还有，组长想带着他的女儿去丹城医院的请求，营长也批准了。太好了，我现在就去通知组长。好。没事了啊。你们那边怎么样？我们那边都挺好的。带我去看看。好，走。哎，我没事儿，走。走。喂，请说，发生什么了？总统让我监视你们。好了，我明白了。那个已经成了一条走狗的布拉德，很可能向鲁尔寻求政治避难。鲁尔表面上没有拒绝，现在你告诉我，你想怎么解决？布拉德，他现在想要自保，但是鲁尔可没那么傻。我不担心任何事，但是如果鲁尔影响到我的计划，我也不会让他活着。好，但是你不怕他们会找上你吗？怕他们吗？我什么也不怕，
任何事都在我的掌握之下。你也不用担心，任何事我们都有把握。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的朋友。有关布拉德是乌托下线的证据材料，我们已经提交到联合国总部了。希望鲁尔总统能够认清布拉德的真面目，不要再被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总统先生，现在我们可以相信这个阿明的背后就是国际恐怖集团的头目乌托，请您尽早下命令把阿明控制住。我们可以以他作为突破口，把乌托的恐怖集团一网打尽。同时，我们希望塞利亚政府能够召开一个官方的记者会来说明此事。之前那些恶意诽谤的新闻已经炒得沸沸扬扬了。乌托和阿明肯定会被清剿，但是我不想打草惊蛇。现在这个阿明对我们还有用处，任何人没有权利干涉我。我会在问题解决之后再召开记者会。对于布拉德，你们爱怎么办怎么办，跟我没关系。我们已经得到了上级的许可，把这些食物留给你们赈灾。如果以后你们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可以去丹城找我们维和部队，我们会帮助你们的。Tumeshapata idhini ya kiongozi wetu, tutaacha vifaa vyetu hapa kwenu. Ikitokea chochote na kuhitaji msaada wetu, mnakaribishwa sana wakati wowote ule. Sisi ni ndugu. Asante sana kwa kile mlichokifanya kwenye kabila letu, na nawashukuru zaidi kwa kumwokoa binti yangu. 他说谢谢我们，同时也感谢我们救了他的女儿。Wachina ni marafiki zetu, marafiki wa milele. Asante askari wa Kichina. Asanteni rafiki zetu. 他说感谢中国军人，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也感谢我们中国。老聂，那我们出发！最近，阿明的调查进展到什么程度了？总统先生，我在调查他的邮件，没有发现。我找了人去查了他的账户，也没有什么发现。我个人感觉这个不能说明什么。如果阿明心术不正的话，现在没事，不代表以后也没事。现在阿明没有问题，也没有办法证明以后他就有问题。根据阿明的表现来说，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狡诈，而且很难信任的人。怎么了？在这么个小城，怎么就找不到那个白人布拉德呢？你们是干什么吃的？继续找。这是我找到的资料，是有关乌托的，是这几年他在国际的市场调查报告。总统先生，这里面还有一些是有关于布拉德的部分资料，请您一定要看看。我一定会看的。我敢肯定，乌托的上面还有人。布拉德装腔作势的样子很令人反感。
我也这么觉得，确实很令人反感。而且他的能力也一般。布拉德这次手鼠两端，已经充分说明了他不可信。还有哪儿不舒服吗？都挺好的。记得按时吃药啊。哎，田母姐，我能请你帮我个忙吗？可以啊，没问题。那么客气干嘛？是这样的，我呀跟我妈约定好了，每周这个时候都会给她开视频的。你看，这不刚好到这个点儿了吗？好，我明白了。你是让我帮你撒个谎是不是？对，就这个意思。好，没问题。谢谢啊。妈，洋洋，你怎么这么晚才打过来啊？哎呀，你怎么在医院啊？哦，没事儿，我就前2天训练的时候中暑了，我就过来休息一下。我告诉你啊，我这几天眼皮老是跳，你必须给我说实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妈，你放心吧，我真的就是中暑了。你要是不信的话，那你问一下医生，正好医生在这呢啊。哎，阿姨你好，我是医院的医护人员，我叫田梦。您放心，秦牧阳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他呀就是训练太累中暑了，我可以作证的。作证？哦，不是阿姨，您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是我可以证明，你千万别多想。哎，好了妈，我真的没事儿啊，您就放心吧。走了。我这不是紧张吗？洋洋，你说你离妈妈那么远的，妈妈怎么能不担心呢？还有，妈妈怎么就不盼你好呢？妈妈知道你平时训练辛苦，所以你必须得注意身体，多喝水，知道吗？洋洋，你别嫌妈妈啰嗦，每周啊，妈妈就只能和你视频1次。你不知道妈妈有多想你。好，我知道了妈，您就放心吧啊，我这都挺好的。那我就先挂了啊。田儿，哎，高院长，费心了啊。瞧您说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牧阳的伤怎么样？啊，伤口已经愈合，但是还是有一些发炎的情况，我已经给他输液消炎了。好，哪屋？啊，这屋。行，那我看看去。啊，忙吧。好。牧阳，营长，别动，坐下。坐。营长，您怎么来了？大家都说你没什么大碍，我得看见真人，心里才踏实。放心吧，您看我这好着呢，没2天就出院了。好。哎，对了，密队长他们现在到哪儿了？没事，这个你不用操心，已经发来消息了，说他们已经离开部落，应该能够按时回到丹城。太好了，我就知道他们能办到。兄弟啊，你也很棒，听话啊，好好休息，啥也别想，只有这样才能早日康复。营里和特战队都很需要你。谢谢营长。我会给你很多钱的。布拉德死的蹊跷，对他的调查也一直都是秘密进行的，除了鲁尔，没人知道。谁会对他动手呢？难道是他？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你看啊，首先布拉德和鲁尔之间没有直接的冲突，第二，布拉德又是联合国专员，鲁尔没有必要给自己找这么大个麻烦。会不会是他们自己人呢？他们自己人？嗯。能把事情做得这么不露痕迹的，那就只有上校了。没错啊，要真照您这么说，把事情做到滴水不漏，除了他没别人。布拉德毕竟是联合国的专员，他们说杀就杀，简直是无法无天。我已经跟总部汇报过这件事情了，总部会派人把布拉德的尸体运回去。大家一定要低调处理，不要再给塞利亚局势火上浇油了。是啊，布拉德的事件要是一旦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势必会对塞利亚，尤其是联赛团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唉，我以前呀，以为凭一己之力可以改变塞利亚的局势，可能是我想的太天真了。没关系，欧阳女士，想开点啊！现在毕竟不是您一个人，还有我们呢。就是啊，我们都在呢。我们刚刚帮鹤鸣部落完成抗震救灾，聂风他没有马不停蹄的要把粮食运到丹城救济灾民。我们尽力就好。对，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好。总统先生，有个紧急的情况，布拉德死了，头部中枪。我早就预料到这帮人一定会杀了布拉德的。我觉得还有一个人该死。您觉得是谁？如果阿明现在也死了，那么他就和咱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了。总统先生，那您的意思是？我考虑很久了。阿明在我身边始终是一个定时炸弹，我不能把他放在身边。而且布拉德死了，我们的约定也不再算数了。去，今晚就让阿明去见上帝。好的，我马上去办。混蛋！我早就应该知道。鲁尔根本就不在这里，他是想在这里把我解决掉，是吧？闭上眼睛。你刚才跟我说什么？我说闭上眼睛。不。好吧。再见。Sijambo, hakuna haja ya kunirudisha tena hapa kwa sasa. Wewe ni mgonjwa wangu na ni wajibu wangu kwako. Tuna vifaa bora katika hospitali zetu na utapata matibabu bora zaidi huko. Najisikia aibu kwa yote nilokufanyia, lakini bado umemtibu binti yangu. Nakushukuru sana.没事没事，你别管我，走。
营长、教导员，我们回来了。营长、教导员，回来了。物资运回来了。你交给他俩啊，就是放心。你听说受伤了？没大事儿。我告诉你啊，必须给我上点心，伤不好不许下床。哎呀，没事儿啊。那个，哎，童医生呢？组长女儿病情怎么样了？童医生跟组长女儿在一起呢，回医院了，没什么大事，过2天休养一下就好了。你们又立了大功了啊！我们一定向联赛团申请，给你们嘉奖。哦，回去吧，美去吧。行了，那我们走了，营长、教导员。你慢点啊！发粮了，发粮了啊！大家排好队，保证每个人都能有，保证每个人都能领到粮食。排好队啊！哎，排好队，哎，别插队。三亚的朋友们，大家受苦了啊！我们中国维和步兵营考虑到咱们这儿的情况啊，所以说先运送了一批粮食到这儿，希望能给大家伙救救急。别着急，都有份儿啊！这些粮食是这几周的补给，以后我们会派人给大家送过来，不会再让你们饿肚子了。营长，你看一下，这是上一批物资补给的记录。抽空给家里打个电话。是家里。别多想啊，没事儿。孩子上学的事儿，放心吧，组织都已经给你处理好了。啊，媳妇儿自己在家带孩子不容易，记住啊，最难的永远是军嫂。是。喂，是我。昭昭的事怎么样了？你怎么今天想起打电话来了？家里能有什么事儿啊？昭昭上学的事儿，部队领导已经替咱们解决好了，你就放心吧。啊，你在那边怎么样？对不起，是我的错。这段时间任务比较多，我也是刚回来，营长告诉我的。我这边挺好的，很安全。家里就辛苦你了。哦，对了，你跟昭昭说，等我这次回去，我一定带她去海边，不会再骗她了。行了行了，你放心啊，你在那边一定要注意安全，平平安安的回来。我知道，那就先这样。我一会儿还有任务。照顾好自己。我和昭昭等着你回来啊。
姐，哎。 Unajisikiaje leo? Najisikia kama naweza hata kukimbia kwa sasa. Inaonekana dawa imefanya kazi. Kwa siku 2 hizi unaweza kupumzika kitandani, baada ya siku chache unaweza kutembea. Daktari Tong, ningempoteza binti yangu bila wewe. Asante. Nadhani unapaswa kuwashukuru zaidi askari wa kulinda amani wa Kichina. Captain Nie, sijui nini cha kukuambia sasa. Nilijaribu kupora mali zako, lakini wewe umeuokoa ukoo wangu. Ulikuwa hatarini, na hata bado ulijeruhiwa wakati unamwokoa binti yangu. Asante sana. Sawa, unaweza kupumzika sasa. 走吧。Usijali. Itakuwa sawa.你腿没事了吧？ 爹妈给的底子好，没事儿。哎，快坐吧，别喘。坐。哎，没事儿。你来不会就是为了要听老酋长跟你说那些吧？你把我想成什么了？我知道医院没有粮食了，我来送粮来了。 哦，对了，给你，缓解疼痛。好了。啊，还没吃就好了。哎。 这个比平时吃的要好吃，甜，好吃。我们真的没有预料到，中国人真的会给我们发救济粮，并且对我们这么照顾。中国人真的很好。 对，是。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食物。对。现在，是我们报答你们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也为你们大家准备了一些礼物。我们大家一起为中国人舞蹈欢呼吧！中国人最棒！ 来！
来，OK，Thank you。慢走，常来啊。哎，老板娘来了。老板，说你几次了？今天这不是周末，怎么就过来了？不是周末就不允许我过来吗？哦，没有，那个不是周末，你什么时候来都行，都欢迎。就是上回你不是周末的时候过来的吗？这就是那个政府军要强攻难民营，你这次又不是周末过来的了，我这心里不太踏实。那我走了。不，那个别走，看今天好像心情不错啊。你不问我吃点什么吗？我饿了。哦，对，那个吃点什么？小六，吃点什么？听歌看。火锅怎么样？行。火锅啊，好嘞，快去，知道了。嘿，看今天这那个挺高兴啊。你知道，让塞利亚的人民能吃上饭，对我来说是一件多幸福的事儿。哦，是那个断粮的事儿解决了是吧？哎呀，那这是大喜事儿，大好事儿啊！我再炒俩你爱吃的菜庆祝一下，怎么样啊？行。六儿，哎，再炒俩菜，我来啊！Binti, umeshapona. Pumzika, ukifika nyumbani wasiliana nami ukihitaji msaada. Asante daktari, bila ya wewe ningekuwa nimeshia kufa. Wala usiseme hivyo, una bahati sana. Ni kweli daktari, sitakusahau kamwe. Daktari Tom, ninashukuru sana kwa kile ulichokifanya. Sijui jinsi ya kuelezea hisia zangu. Wema wako daima hauwezi kutoka moyoni mwangu. Chochote utakachohitaji daima utakipata. Sisi ni watu wako wakati wote. Kwa hiyo kwa ajili ya hili nakushukuru sana. Asante. Asante mkuu. Uwe na siku njema. Kwa heri. Kwa heri. 在鹤鸣部落的这段时间，我感觉仿佛已经经历了一生。再次翻开这个本子，我又要食言了。可是，我却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死亡。这种习惯来源于我越发承认自己的渺小。与残酷的战争、无情的灾难相比，医生的能量何其弱小。从聂风开着车将负伤的齐牧阳送回到医院，我看着他为素未平生的病人献出自己的鲜血的时候，我看着他献血后毫不停留开车带着我奔向鹤鸣部落，我看着他因为疲劳差点出了车祸，然后我们看到了突如其来的地震，将原本安逸的部落瞬间变成一片废墟。我看着他用自己的双手一块一块地搜索着废墟，我看着鲜血渐渐染红他的手掌。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只有在身体的潜能得到最大极限激发的时候，才能完成通常需要10个人才能完成的壮举。这样的激发，或许这一生只有一次，可我们却经历了人一生能够经历的一切极端的感情碰撞，生与死，不止一次的生与死。天空的彩虹出现的那一刻，一切归于平静。我在想，庆幸老天爷能让我们活着回到丹城。可
当我和这个男人之间有了这些经历，就算老天爷随时夺走我的生命，此生也足够了。各位提升。是。盖亚，你怎么在这儿？我带孩子们出来找点吃的。你们运粮回来了，顺利吗？挺顺利的。你跟孩子怎么样？不太好，整个丹城都在挨饿，孩子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饱饭了，也没有找到合适住的地方。要不这样，你跟我回难民营，那里有粮食，也有地方住。我跟上级申请一下。好。在北边尽头啊，有几间空房子，收拾收拾啊，孩子们集结应该能住。粮食啊，仓库在东边，到时候我带你啊去领取在里面。这半点生活用品基本就能住了。生活在难民营里，对孩子们来说，可能要比大人还难熬。这些孩子小时候被大孩子欺负，长大了以后啊，逐渐自己的孩子帮，没有办法上学，所以啊，没有什么出路。这里还有空房间吗？这里住的非常拥挤啊，怎么还能有空房间啊？我想帮这些孩子建个学校，教他们读书写字，我给他们当老师。行啊，这样，待会儿啊，我跟你去跟营长说说，看看营里能不能帮上你。好，谢谢。走。